来考庆功上的，你就让我们看一看吧。庆功上是啊，不能看的。为什么？玩不玩公面？玩不玩公？不是说自杀吊起，经过前面都好了吗？是啊，万一个凤凰吊起要我你这有啥关系呢？小师傅，你就让我们抱一抱爷夫吧。是啊，让我们抱一抱爷夫吧。是啊是啊，我追了老半天，腿也酸了，头也晕了，还是让我们看一眼也好嘛。是啊，让我们看一眼也好嘛。你们真的要看？真的要看？那好，可不能随便去看啊！好的好的，你们看。我一望300两银，这是你的呀？对，这张床我没下了，我家金山银山买不起，我也买下了。你不买不买得起吗？我啊，是替袁老爷买的袁老爷，我都能两地切亲，家财万贯的袁老爷吗？切！袁老爷要为女儿定家房，花可花的银子铺满房，哎呀铺满房，红旗香炉红旗树，这插一张金宫戏做个花面房，这张房我听了，我叫他来听小新娘啊娘啊，新娘娘。有什么事情？咦，公子年纪轻轻，莫非你也有女儿要出家？当然有啊！多大了？我嘛还抱在手里昨夜女儿满岁岁，他家菜花三红啊汤，一斤抬起来18岁，送他他娘好杯呀哎呀，李公子啊，你也太心急了。我有你，哎呀，你们哪里有我家要紧？我家有个老姑娘，今年30多岁了，东挑挑西改改，好不容易定了亲，但明天就要出嫁了。明天，小师傅啊，这张床我买。哎呀，我买，我得到，我买。这张上嘛，早有主子了啊！你说了，谁家的？不能讲啊！不能讲。门前戏，悄悄走走。
你喜家交过不停，莫非有喜事不成？顾先生有什么喜事啊？老爷，我家的2头红枣已经长成，什么香呀、葵呀、谷子筒呀、野无香呀，什么都有了。那张天宫上也快完工了，岂不是大喜事一桩？对，这也算得一桩喜事。做了一张天宫上，老爷会打算再做一张吗？咦，你我2个女儿岂有不做之理呀？我知道你祖上留下的财产也差不多了，再做一张天宫上，是何做得成？是啊，做不成了。我原来也想做2张同样的裳，一人一张，谁知这天宫上越做越精细，可价钱又升了得这么快，看来我们只能再做一张白宫裳了。白宫裳也是好的，也是我们父母的一片心。不知这张天宫上接谁呢？那傅先生应该接谁呢？老爷。常言道，随心随悲多自由，随心随悲多阴阳。既来2人都归交，毕竟是一股情深一灵啊！不知我为娘添新年，这张床临街去来做家长。你呀，你的肚子里几根土壤，我清楚。城邦生死的心肠，我早已与你手断肠。实是对他有情爱，怎能对得起他的娘？天宫上阴魂城堡撤家去，休来他自己女儿总好商量。什么？你要把天宫上结成吗？是啊，我不同意。你亲生的女儿，天下哪有这样的理？此事与我做主，你休得啰嗦。我不答应。你老爷，一层层错起。
好快！你看个宝王，比王妹妹的多，非常漂亮呢。你居然没学她，你居然没学她，好快！妹妹，女儿，哎呀，母亲，母亲来了，母亲请坐，女儿去茶去。哎呀呀呀，怎么了？谁让你生气啦？他们说姐姐比我学得好，他们无事，我兰儿学的才好你。母亲你偏心，我知道姐姐确实比我学得好，母子气这帮小姐妹。好了好了，不要生气了。娘，我有更重要的事呢。什么事？我问你，我家的2套红帐已经当成，那张天宫上你看过了吗？母亲，我是带我们去看了吗？好漂亮啊！女儿喜欢吗？当然喜欢。可那是你姐姐的，姐姐的。母亲，为什么是姐姐？为什么是姐姐？是你父亲做的主。我不依，我不依，母亲，我要嘛！兰儿，你放心，这张床应该是你的。为什么？我告诉你，你姐姐她怎么了？你姐姐她不是亲生的。什么？母亲，你是什么？她是你父亲跑来的。跑来的？这怎么可能？都是我们姐妹长得像，怎么姐姐不是我的亲姐姐呢？你还不相信？你父亲书房的桌案上有一颗朋友龙凤章，是他亲生父亲留下的，上面还刻着3个字。哪3个字？也天作。天作。这便是他的亲生父亲。母亲，那姐姐的亲生父亲呢？他还在吗？谁知道？哦，你可千万不能累出半句来。你父亲他不上我身，那乾宫堂怎么办？你傻呀！各种肚皮各重生，他哪里比得过你？我们养他18年了，他有什么资格来与你争红帐？今天一生
里，让我进上去，与妹妹断了情，使我同城去，世间相会一条路，一条路。公上是妹妹的，你不要为难了，我真了。留下一心。听见父亲声声，耳边
看他歪歪。我是这么祝福你的，你说呀，你不要这样，都是我不好，我也会不过来了。找不到报恩，你我都休想我命。老爷不在。不在，参访他有消息了吗？去东问我们部门的人都回来了，都是我们也找到。那么西门玉，去让妹妹带人去找，问门玉回来呢。母亲，母亲，你弟弟他有消息了吗？哎呀，你快说呀！赛道上只找到姐姐的骨包骨。我的女儿，上天了！我的女儿，上天！姑娘醒醒，姑娘醒醒啊！哎，金山来到黑门没想到结为一个大姑娘，浑身血的丧尸虫，我把她一口气背进小磨坊，扶上看洗泥浆，
熬了草呀进了汤，3天来他三面费尽神为心。倒叫我23的后生打了把天夜外看不清。哎呀，过来，新娘，我的眼睛，过来，新娘，我的眼睛怎么了？不要跑，我的眼睛，你的眼睛受伤了。你是什么人？我怎么会在这里？啊，你从山上跌下来了，滚落在山沟里。呀，营长，我的营长等，是不是这个东西？是的，就是这颗营长。这里是什么地方？这是我的一个小工厂。这是什么声音？山坳里的风好大。妈，我是怎么过来的？你受伤了，是我背你过来的。啊，你背了我？姑娘，我是个老爷爷呀。你是老爷爷？是啊，我也大把年纪了，你看我的胡子都白了。我看不见。你的眼睛受伤了，我见你敷了药，包了布条。老爷爷，多谢你的救命之恩。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怎么会从山上跌下来的？我没有家。什么？没有家？哎，你的父母一定结束了。来，我带你回家，我有的是来取药。啊，你的口气怎么变了？你不是老爷爷？姑娘，姑娘，哎呀，我是老爷爷呀，你这是何苦呢？我不要你管。我不管，那你就在这里痛吧，怎么讲的脾气？我好命苦啊！
进去吧，我不会欺负你的。我不去，我会照顾你的。我不要你照顾。妈，你这个李玲玉，随便我。怎么这么倔呀啊？你不要碰我。黄叶谁人天色阴，他墙头却闹无尽可凉啊，自下愁。有心扶他离去，我只姑娘，我看你肚子也饿了，我这里有着麦饼，你吃吧。怎么，我没有骗你吧？天也要黑了，你总不能在这大树底下过夜吧？再说这山上有狼啊！狼！进去吧。那你不能碰我。哦，我不会碰你的。有了，姑娘，你抓住这根竹棍好了。竹棍。咦，怎么又不进去了？晚上我在哪里？你就有张小木床，你就将就点吧。那你？我就睡在外间，几块木板一拼，不就是一张床吗？你真的是老爷爷？是啊，老爷爷的房门好着你，年轻的时候外外唱领了你。烈红红，冰心前待。
来，趁热吃。你是什么人？你的眼睛亮了。你就是老爷爷？是啊，我就是老爷爷呀。不，哦，我不是老爷爷。你不是老爷爷？是的，我不是。哎呀，好一个老爷爷！你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我不骗你，你怎么爱心在这里养伤呢？伤筋动骨也不听了。怎么说？每天帮我洗手洗脚的是你？是我。那每天扶我上床的也是你？也是我。啊！我要走。哪里去？我不要你管。哎，姑娘。哎呀，哎，姑娘。老爷爷亲自过年前。
我没有告诉你，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知道什么？姑娘，一月来云层里，一冷风风，十张家这中了一位千金，东西来过见照片，不见他总是马戏外的踪影，一家大小来访谈，这记得老弟弟发了风铃，那杀手的姑娘听自己。原谅我，非怪向你高深情。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怎能告诉你？你伤的不要紧，让我替你去看看那位张老爷，好吗？你认识我弟弟？怎么不认识？你家的生意红章还是我当的呢？啊，是你当的？是啊。你就是那位
名气三乡的能工巧匠。你就是那位名声远扬、妙龙随风的才女？大哥，真不知该是我关心你才好呢。不要说谢了，我是要求姑娘帮我画一幅画。什么画啊？凤对。凤对？是啊，你看我的凤对就是雕得不好，师傅画上的时候说我的功夫没到家呢。凤凰是有灵性的。灵性？不瞒姑娘，为了雕好这个凤对，我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呢。凤凰是你画的？哎呀呀呀呀！我这是眼下的凤凰就是这个样子的。姑娘，你为什么画得这么好啊？我只觉得腿翘得太高了，眼睛啊开长得太开了，有舌苔。舌苔？其你是要讲分寸的，你说是不是？好。一幅凤凰转出阿渡，云开雾塞到阳处，世界百闻与灵犀，一女颠簸我怎能无路？我的凤凰晕了，我的凤凰晕了，我的凤凰晕了！姑娘，你再给我画几幅好吗？你画一幅，我雕一幅，我要是天下最好的红妆。那你不让我睡了？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我一个穷木匠，怎能叫你一辈子跟着我呢？你啊，姑娘，谢谢你了，哎呀，谢谢你了，姑娘，谢谢你了，姑娘。春芳啊，对，春芳姑娘，哎呀，我叫来送，给了你妻子了。哦，赛局他漏了。又上天工厂，精雕细刻好风采，不知如愿来年报，哀怨真，心相思沉。
了本大圣，来到宁海已有2天，贼夫怨妇他也小也趁势摆身，恰也不能免说。你要生设街头巷尾，细细查访，一定要将七公上刑部水落石沉。是我命在身，不可怠慢，一有消息立即告我。四郎大人，小弟记下了，送他城。买大人，关于什么吩咐？我的女儿失踪多年，你是知道的，神的你也当听。小人知道了，送他城。他倒是不大，大姐小家恰是年老。昨天晚上这张千公上还同去作坊里，不知道这作坊是在何处？弟弟，你在哪里呀？你快回家呀！大姐，你的手帕对了，多谢了。好明亮的一双眼睛，就像用秋水。好似亚提古书生，我从未见过。请问大姐，这里可有一家统计作坊？统计作坊？你问他做甚？听说作坊里有一张名门下儿的千公章，录像一款，就是一个宽面脑的。那作坊就在哪一边？哎呀，这么多的路，我该怎么走呀？我来告诉你，穿过前面龙灯江，来到三王堂，往东再到好园桥，叫做点寺。哦，穿过前面龙灯江，来到三王堂，往东再到桃园桥，叫做便寺。一点不差，多谢他不姐，用客气，多谢他姐，不用了，多谢他姐，不用了。哎，大姐，请问大姐家在哪里？叫后方便。我告诉你，弟弟，你在哪里呀？他是在家的女儿，像一阵风，实在去走了。哎呀，穿过前面龙灯江，来到三王堂，往东再到桃园桥，叫做便寺。哎呀，对，穿过前面龙灯江，来到三王堂，往东再到桃园桥，叫做便寺。大怪人，请快！哎呀，妙啊！好一张千公章。
掉，孤算是金当西木，成结西方。四个灯敲水里，风内少见，恰是那天上真听我自笑小师傅，这张床是你亲手做的？是我的师傅与我一起做的。那你的师傅呢？他已经去世了。哎呀，小师傅，你连他疯了！大贵人，什么意思？这战场我选中了。不，是我们公公司郎叶大人选中了。哎呀，不，是皇上选中了。皇上选中了，皇的女儿要出嫁，满宫上品要烟花。公子他急着你到结不爱，偏拿民间宫女称无家。问啥子你还有张千公上，成名美女是天下，我奉我命来弥帮。你来公山上红云到你家。不行，这张上早有主子了。什么主子？我可以付你银子。有银子我也不能买的。我可以付你千两金子，1两银。千金百银也没用，我不能做主。那这张是谁的？你收。哎呀，哈哈，你看他来了。说什么七公场是去平红妆，我眼中分明似乎是郎。张老爷，虎狼张着学门口盼我女儿郎，张老爷，一命丧。来，快我去哭，把你开。张老爷，张老爷。张老爷，你这是要做什么？女儿没了，我还要什么？归红妆。张老爷，
我不是跟你说过好几次了，你女儿我还活着，她会回来的。你又来骗我！你杀不得这张茶，我杀的，这是一张黑人的茶，这是一张黑人的茶。我告诉你，你现在开张就是犯法。犯法？哎，我犯什么法？这张床实际是皇上的了。什么皇上？皇上就是皇上，这江山是皇上的，这世间万物都是皇上的。别是皇上花名字卖你这张床，皇上只要你攻击皇上也是理所当然。不管什么皇上不皇上，就是女王大的力量，我也不怕。甚至才此。甚至茶，女儿，不对不对，这不是我女儿，我女儿不是这样的。大贵人，张老爷有品，你就原谅他吧。老大爷，你听我好好的说一句吧。你把藏买了，我保你一生荣华富贵享不尽的福。你有什么要求，只管提出来。你这是正面不武，但敢违抗圣旨，你是要杀头的。杀头，杀头我也不怕。什么事？我一把火把这张茶哗烧起你们快怎么样？哎呀，老大爷，你不要再胡言乱语了。我好言相劝，你真的不听。不听，固然不听，不听，这圣旨你也单管不从。我偏偏不从。来呀，要叫老弟儿等着他老风雨交加，天色
风草草地地他真记得年来都比迎头相见都怪我太狠心背弃出贼倘也不得才杀我一恨千年又是痛又是愧愧恨交集急匆匆穿那牢那欢迎无间民间，既在民间。
前来去报，且为我再举我家做表头。姑娘放心，我也是张张样子笑笑他，徐姑娘曾见此子有把风浪啊那你喜欢了我爹爹？哎呀，姑娘，这不是为难我了吗？爹爹，红掌来塞，绿水青山。哎呀，观音菩萨来了！哎呀，只哭只难。哎呀，观音菩萨来了！喏，这里，哎呀，哪里？哎呀，观音菩萨！哎呀，观音菩萨！爹爹。什么人？你们为什么要杀他？我弟弟犯了什么罪？弟弟惩罚母亲，女儿，母亲，女儿，妹妹，你弟弟他，弟弟。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你不再生我了，我是你女儿陈芳，我是你女儿陈芳，陈芳，弟弟。谢公长是我答应之你的，要不我怎么对得起你亲生的父亲呀？弟弟，你不要sợ他了，我只知道他叫叶天宗，你才是我的亲弟弟。女儿，弟弟叶天宗，莫非他就是叶大人的女儿？凤儿，你错了，你父亲他是个好父亲呐，弟弟。18年前，风浪高，我与他萍水相逢才算相原来同是父亲去观考，谈是人文，一件事故交。身背婴儿才强暴，可怜你母亲才恨一命抛。
半团团分出了脚，一块莫半是救命草，他逃不于我，救我擦不好。一派巨浪拼命打，早生他将浪滔滔。一声不败，一声将你跑，风雨中才听我不铁冲高，坟地里四岁高且回去，理想的可营造，怕鸟龙凤雕。好兄弟，18年把你收作命令女，18年将你视作生活。18年，伤心不在功名去。18年，今夕不愿，也将
今世从此换一地，永世相逢，永世相逢。起来，弟弟，母亲，傻孩子，你也是要出家的呀？要不我打了这么多的红掌做什么？弟弟，姑娘，听说你手上得有一枚银章，你想做什么？季姑娘借我一块。我不借。反而快快无妨。一天中，哎呀，孤坟啊，孤坟有情，做什么？我带你们去见四郎他生。四郎他生是谁呀？就是他。大牛龙凤张忽听得十岁的女儿来到身边，哭死的老人一梦成天，生进去啊！没想到老兄弟还在生气，是真是假，我既不相信。龙凤长见着风雨18载，莫不是一岁我在梦里面。他真是不是的我有百9情，多少次梦中想起泪涟涟。18年结党两爱西茶寻，这冬子寻到边18年往一去应寻了，没料到却重逢有晴天。一天中张秀心，你没有死，没有死，为我着活成。兄弟呀，老兄。
女儿她长大成身，我愿必奉。这就是你的亲生母亲，快快上前相见。女儿，弟弟，女儿啊，弟弟18年来，为我找你找得好苦啊！今天我要好好补偿你，老兄弟，我要好好报答你。周大人喜得闺女，小生对单相告，如今女儿也成了，兄弟也见了，这是亡命在身，这张千公章是否向皇上奉命？这千公章嘛，这千公章本是为方儿所打。如今兄弟亡命财身，不得不公。这千公章，我们可以再当一仗。好，我到京城切在皇上，要为你们好好嘉奖。外语要为老兄弟和女儿买下房子，再配下丰厚红章，为女儿找一副好人家，共享天伦之乐。老夫只管了小县城，不去也罢。只要为城邦找一户好人家，我便心满意足了。一听一听，且慢，女儿，两位弟弟，父母生也了我，养不养我，抚也了我，父母之恩当终身相报。这时我有一位大恩人，我岂能离他而去？谁？大红上的小木匠师傅李松大哥。李松，传是传。可见大神，你对我女儿有恩，我要从今谢你。弟弟，李松大哥对我的恩情是从今报不了的。女儿，你什么意思？女儿要终身相报。什么？终身相报？难道你要嫁给他？取弟弟恩准。啊！哎呀，这怎么可以？女儿啦，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人吗？你是名门贵秀，大夫千金，为父要为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婿，好好补偿你18年的离别之情，也告慰你欠下母亲。弟弟，女儿不能答应。告辞。大哥，你说大哥。女儿，弟弟，你为什么要来找我？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答应你吗？大哥，你说大哥。女儿，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知道啊。是
你不要叫我。你听我什么？我不要你说。你吃了喝药了，怎么讲的底气？呀，天快要下雨了，我们进小屋吧。我不去。哇，你在这里淋雨？随便我。哎呀，怎么这么缺氧啊？你不要碰我。好，妈，我和你一起淋雨。哎呀，你何苦呢？你是名门贵婿，你是金枝玉叶，我配不上你。名门贵婿，金枝玉叶，我也做过小魔王嘛。没有小魔王，他还有今天吗？你跟着我为吃苦的。吃苦有什么不好？吃苦等于好生意，吃苦等于好日子。我穷。大哥。我穷穷模样是小美玉的红娘，师傅随我也随你走门财务当红章，当红章当了多少俏红章，两手空空独为人家做家长，你咋跟我穷模样，哪有聘礼配红章？你咋跟我穷模样，一生清苦不时光，是今你成亲的理应该尽一流人富贵乡，我是平民小百姓，大哥。草间
红妆
风之里，可拜可穷分家，一见两见心里烫。大风啊，曾经啊，有我不会叫曾经。难同万难相爱，生死相依，天上女儿，你就在这里养好伤的。是的。你们就在这里做个红帐，外臣谦恭上的。大神，老兄弟，你快呢？这样的好女婿，这样的好姻缘，我们能不同意吗？真是切肤之情操，我女儿好眼力呀！哦，万不可夸接过你的岳父大人，接过岳父大神，起来，起来，接过岳父大神。弟弟，妹妹，这个继父。起来，起来，起来。哦。为江乱巧匠，两代新生相当于公，这是